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銀髮族手機教學。呢條片針對 iPhone 用戶，教大家點樣調校字體大細。我會先用中文界面示範，跟住再用英文界面做多次。2次示範後，我有小貼士分享俾大家，歡迎觀看到片尾。熒幕見到咧係手機解鎖後嘅主頁，我哋揾設定呢個 icon，個樣好似齒輪咁嘅。如果你第一頁見唔到呢一個 icon，可以撥一下去下一頁揾。我嘅設定 icon 喺之前個頁，所以我撥翻一下去翻前一頁。揾到設定之後咧，咁就撳一下啦，輕輕拉個菜單落去，揾螢幕與亮度，撳一下，你會見到咧文字大小。撳咗落去之後，螢幕下面咧有一條軸嘅，手指指向嗰個圓點，掂住佢，向左邊撥，個字體咧就會細啲；向右邊撥，字體咧就會較大。你見到上面嘅文字咧，都會因為你嘅大小調校變大或者變細嘅。我哋一齊比較下，將文字調到最細同文字調到最大觀感上嘅分別。我先個圓圈咧撥到最左邊，文字字體最少，然後喺左上角有個箭嘴返回上頁，即係螢幕與亮度嗰頁。你會見到文字嘅字體細咗，同一頁睇多咗嘢。我再返去字體大小，將個圓圈撥到去最右邊嘅字體最大，返回，大家即刻見到字體大咗好多，但同時間同一個版頁可以覆蓋嘅內容咧會變少咗，需要拉落去先睇到其他嘅內容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變咗係英文界面做多次，咁喺主頁度揾 settings 嘅 icon，好似齒輪咁嘅，咁就 click 入去，咁然後咧拉落少少，咁啊叫做 display and brightness， 撳入去，咁有個 text size， 撳入去，同樣地向左邊個手指拉個圓圈去左邊，個 A 字係細啲嘅，咁個字體就會細咗啦。最右邊嘅，咁個字體又會變大。Okay? 最後我有個小貼士想分享俾大家，如果想經常調校文字大細，但又唔想重複剛才嘅步驟，其實會有個捷徑可以做。喺你嘅主頁右上角拉落嚟，會有一版捷徑。你可以將字體大細呢個項目咧加入捷徑版頁入邊。我喺空白嘅位置長撳個螢幕，就會出現咗加入控制項目呢個嘅選項。你可以揀文字大細，撳入去先，咁啊揀文字大細，咁佢就會加咗入去捷徑入邊噶啦。喺空白嘅位置點一下，咁就完成噶啦。下次你想好快咁改文字大細嘅時候，譬如喺個主頁度啦，喺右邊拉落嚟呢一度推上推落，咁就得噶啦。如果唔係成日用，我就唔建議你將字體大細加入去捷徑入邊，因為如果呢個捷徑嘅 menu 有太多項目咧，反而你會用咗多咗時間去揾相應你要用嘅項目，咁就做唔到捷徑嘅效果啦。今日條片嚟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